大家好，我係北區區議員溫和達，深圳市鹽田區港澳政協委員。今日好高興同大家介紹一項非常適合北區學校創新科技體育項目 FIDA 無人機足球。本人十分榮幸能夠加入 FIDA 無人機足球，獲邀成為 FIDA 無人機足球榮譽顧問，共謀發展，推動公益。喺過去一段時間，我同唔少教育界嘅朋友交流，大家都有個同樣嘅感受。我哋北區嘅學生係唔缺乏學習嘅能力，只係希望多一啲能夠擴闊視野，銜接未來產業嘅機會。FIDA 無人機足球正正可以填補呢一個嘅空白。無人機足球好處好多，容許我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 FIDA 無人機足球回應咗低空經濟嘅人才需求。國家15+5規劃明確支持咗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而特區政府亦都好積極咁部署低空經濟嘅產業。無人機足球就係讓學生從小接觸到呢項嘅技術嘅最佳嘅切入點。第二， FIDA 無人機足球契合咗深港融合、大灣區融合嘅發展方向，而呢一樣嘢正正係吻合咗我同一班志同道合嘅朋友喺多年前成立咗一間智庫大聯盟嘅願景係一樣嘅，務求係推動深港青少年嘅交流。呢項嘅運動嘅國際賽事通道，正好讓香港嘅學生透過科技嘅平台，同內地及海外同齡嘅人交流，互相切磋，互相了解。第三， FIDA 無人機協會對學校同埋學生係都有實實在在嘅價值嘅。FIDA 團隊可以為學校提供技術嘅支援，以及活動嘅安排。大家一齊喺嚟緊6月安排一次體驗嘅活動，等老師同學生親身感受一下，完成課程嘅學生可以獲得國際認證嘅證書，直接放入升學嘅 portfolio。而表現優秀嘅更加有機會代表香港參加韓國嘅洲際杯。第四， FIDA 無人機其實係一個值得期待嘅前景。明年香港正同 FIDA 中國共同申辦2027年第2屆無人機足球嘅世界杯。如果成事，我哋好希望有機會喺北區成立個基地，舉辦呢個國際嘅盛事。到時我哋喺北區嘅學校，如果我哋可以提早去做培訓同埋提早參與嘅話，就更加有機會喺世界杯中取得好成績，為我哋嘅國家，為我哋嘅香港爭取殊榮。呢項嘅運動其實係冇性別、冇年齡、冇身高、冇體型嘅門檻，只要願意去學習，每個孩子都能找到屬於自己嘅位置。喺度，我誠邀貴校可以一齊安排今年6月嘅體驗活動，亦都可以共同慶祝我哋嘅回歸。期待大家出席參與。